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今年满70岁，相信咱教会的管理，咱拢有为88岁吼美寿来甲因祝贺。这个时阵，咱做伙三个用透早起啊好种来三个来学了主。咱相信主是赐种子予野种的人。透早起啊好种，永远困甲热情。日头起啊好种，半步也无停。着吞论到朝夕，全心听候修行。就会欢喜饮食，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就会欢喜饮食，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就会欢喜饮食，五谷收回来。好天气也好静，风雨也唔通停。虽然乌云也密，也是着向前。光可若做清楚，其实就通修成，就会欢喜饮食。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就会欢喜饮食，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就会欢喜饮食，五谷收回来。照相起也好静，做工愿着活，虽然拄着危险，唔肯半路线。工程若是完成，求主就来接我，就会欢喜饮食，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就会欢喜饮食，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就会欢喜饮食，五谷收回来。耶稣下回嘛甲讲，增加已经少，但是安那做工的人还无够多，我爱去来邀请这人做伙来做工。今日时我甲讲，透早起也好种，虽然会拄着乌云夜密，嘛有可能拄着歹天气。这条信息嘛，甲讲功课来做好吼，咱搁做伙三个来吟吼。透早起也好静，永远困甲热情。日头起也好静，半步也无停。着吞论到朝夕，全心听候修行。就会欢喜饮食，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就会欢喜饮食，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就会欢喜饮食，五谷收回来。稳定是要白白予咱。咱要用第二首的诗歌吼，稳定是上帝白白赏赐予人的吼。上帝稳定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稳定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只要你相信就会称作义，既若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稳定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作义。既若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
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做义；伊若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做义；伊若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咱搁做三角开嘴吼，来，有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做义；伊若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做义；伊若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你有相信无？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咱同在，互咱相信上帝恩典是白白赏赐互咱。咱做伙三角来祈祷。听堂的主，互我因为信称做义，因为阮嘴爱承认，阮的心爱相信，阮将阮的心恭敬仰望伫主你的圣手，求主你来引带。今仔日的礼拜，求主你帮助阮，互阮对所有礼拜的中间来看见上帝你的疼，来看见主你的荣光。献上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礼拜时间已经到，请咱闭慢心来敬拜上帝。会记你家己的手机关静音，也是震动莫搅扰着礼拜的进行。来吟会情诗圣诗第405首，主上帝，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福音静声。
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真实来敬拜。愿阮将家己的身躯当作活祭，献予上帝。这是圣洁的，是伊所欢喜的。毋通贪恋即个世代，都爱互上帝改变你的思想甲态度，互你诚侪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会当行各样的善事。愿迄个赐平安，互阮的神帮助你万事查考，持守美善的，弃杀一切邪恶的，保守你的灵魂体袂有玷污。伫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阵，无通嫌，安然见主。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第6首。上帝创造天甲地，咱起立吟全首。上帝创造天甲地，生正万物当话，公路极大又极宽，只是千恶永无双。日头出现光满天，日落月出照暗暝，日月星星拢显明，上帝主宰大权能，土地所生的五谷，永起水的树木，水内所有的稀微，拢是上帝做面，地中所飞的鸟只，上帝予因食到野，伊及一世的通看，无出上帝心意外。上帝照顾世间人，无论本国也外邦，互阮家日的美娘，咸有出体甲伊情。上帝稳定讲话尽，切见耶稣救万民，大家着用真实心，甲伊感谢时来吟。咱犹原徛伫用使徒圣经来告别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岛任内受苦。顶四位过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
胜过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做伙来启应。启应文第58，圣诗的后面，启应文第58。关系这的代志，咱要安怎讲？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互伊为着咱正人牺牲，啥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那安尼，啥人会当甲因定罪？伊已经死，搁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搁活。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是迫害，是妖恶。照圣经所记载，愿互人看做伫要抬的羊。因为我确信，无论是死是活，是现今也是将来的，这声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三甲来祈祷，全能个慈悲的主上帝，恳求你伫中央敬老的时阵，互阮会当掠条圣经的应允。迄个白头毛是荣耀的冠冕，伫公义的道上，你要得到。勇壮乃是少年人的荣耀，白头毛是老人的尊严。愿主的圣神挂阮，既若有血气的，阮的主地要讲有言，阮的时代要做异梦，少年人要看见异象，这是阮的渴望。主啊，阮的身躯因为日子光阴会渐渐衰败，但主是阮心内的快乐甲力量，是阮的福分，要直到永远。恳求主上帝，每一个人拢必须经历老化的过程，帮助阮会当记牢上主的话语，甲基督同背实际。阮要用主的光明、永望的快乐，来面对阮头前所面对的试炼甲挑战，要来行出迄个哀怨、艰难的困境。阮嘛要把握时机，贡献阮家己，去见证上帝伫阮身躯顶的救恩。恳求主保守阮伫上帝的殿中，阮的家族持续无声青翠，要济济结果子。我嘛要将你所赐伫年老生命中的光辉，甲伊发挥出来。恳求主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互阮得到智慧的心。恳求主帮助阮，会记得教圣经的教训。阮要做聪明人，智慧互人长岁寿，互阮的生活富足，
有喜乐的人生，一生通行伫主平安的道路。恳求耶和华做阮的避难所，阮要伫主的怀中，无忧愁烦恼，一切的灾祸病痛要离开阮。阮要一生心满意足，骨头臃肿。阮的身躯、阮的性命，要有主的澎湃，遍满伫全身。阮要用健康、喜乐、积极来面对阮的生活态度，来用安尼荣耀主上帝。也恳求主，你赦免阮一切的不信、软弱。愿耶和华的恩典伫阮的四周围看顾阮。愿耶和华用恩典做年岁的免油，阮所行的路拢有油得滴。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圣歌队带咱来学乐上帝，因要献的诗恩典世间。
共读圣经，圣经利未记19章第32节。利未记19章第32节。伫老大人的面前，着徛起来，嘛着尊敬因，搁着敬畏你的上帝。我是上主。搁一遍，伫老大人的面前，着徛起来，嘛着尊敬因，搁着敬畏你的上帝。我是上主。第二位的圣经伫箴言16章31节。箴言16章31节。白头毛是荣耀的花冠，实行公义才会得着。搁一遍，白头毛是荣耀的花冠，实行公义才会得着。下面讲到，陈牧师要用荣耀者来证道。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今仔日伫中庸节未来到进前，咱提早伫即个主日，咱要来举行咱教会的敬礼。啥物是荣耀者？啥物是荣耀的？咱讲咱要归荣光互上帝，上帝是咱所荣耀的。但是上帝嘛，将伊的荣光彰显伫地面上，上界互咱尊敬，互咱常常拄会到，就是咱厝里的时代，伊是咱厝里的长辈，也是咱教会即个大家庭的长辈。过去咱的社会是长幼有序啦吼，以及咱尊敬年老的，尊敬长辈是咱社会的伦理。之前咱知影讲，公车也是捷运会博爱座，有诶少年人明明都时代徛伫你面前，还无想要让座位互遮个时代，所以咱即马甲伊改做优先座啦，优先有需要。比如讲大巴肚的妇女，也是有身孕的妇女，也是带囡仔有带囡仔的遮个妇女，等等以及遮个长辈，咱爱优先让座位互因坐，这是咱社会的伦理的价值，就是长幼要有序。今日咱的经节来自利未记，这利未记最主要伊记载的目的，所写的目的就是要教导上帝的选民，互因知影要安怎来做，才会当符合着上帝的需要，也是上帝的要求，也是上帝会当得到因的荣光，以及人爱安怎保持圣洁，才会当互上帝来得到荣光，得到荣耀。所以选民既然是上帝所拣选的，应该世上有所分别，爱成做一个圣洁的国度，成做圣洁的子民。咱对于今仔日的经节对于利未记到箴言，箴言是所罗门写的，真侪内面的智慧是来自所罗门。所以今仔日的经节讲，时代顶面这顶白色的花冠，华海生就是讲冠冕啦，这一顶冠冕是岁月所累积下来的，是岁月所累积出来。无人一出世讲，当然有人是少年白啦，这个不在我们当中所来讨论哈。到底伊的生活到底某一个年岁，咱人到某一个年岁，咱的头毛开始变白，就哪还哪白，甚至有的人是落头毛。年长的人虽然身体不如少年人遮臃肿，但是因的生活的经验所累积，会当真做少年一辈的帮衬，因为因行过的桥比咱行过的路搁较长，食过的盐比咱食过的啥物货的米搁较侪。所以这圣经嘛安尼甲咱讲，咱得爱尊敬时代，尊敬时代。
彼得前书2章第9节嘛讲，咱是受选的族类，是王家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上帝的子民。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尊君的祭司，是属于神的子民。对咱来看，伫利未记，其实利未记伊70书咧翻译的时阵伊也无一个册名，但是翻到最后讲这就是咧记载上帝的圣殿祭司的职务，跟甲祭司所主耶稣，以及这利未人因所烦恼，因爱安怎做，才能真做圣洁，爱保持圣洁所以就甲伊用利未记因为伫圣殿服侍人拢是利未人，了对利未人甲选出祭司，所以利未人就是圣殿服侍。其实看咱圣歌队，其实圣歌队嘛是属伫利未人，因为因每一个主日伫遮为兄弟姊妹吟诗带领会众来唱歌学老主。因毋是礼拜日透早就来练，因礼拜六每一个礼拜六拢爱事先准备。所以这利未人就是为着圣殿每一个需要来服侍包括较早圣殿要有这个乐团要有咧服侍圣乐的人，以及搬圣具的人圣具的人，等等这个圣殿所有的工作拢是利未人只有祭司来负责献祭献祭所以这准备的真侪是利未人爱去烦恼的。所以彼得前书既然讲咱是受选的种类，到现在咱真做基督徒嘛是受选，咱来互咱的教会，也是互咱的社会真做圣洁，真做上帝所听的子民。顶礼拜的社会新闻，咱拢知影，即个有地震非洲的地震非洲猪瘟爆发。咱知影讲，咱若要出国、要出关甲入关的时，特别是入关，这检查非常的严格。咱已经守20多年，总是安那，伫顶礼拜，伫咱的台中爆发即种的疫情。咱想看嘛，咱食猪肉对无？那以色列人伊无食猪肉，为什么？咱是受选的子民，因为彼得伫厝顶去望着这无洁净的物件，连续3摆，上帝就甲伊收回。然后上帝甲伊启示讲，这无清气的，你茫甲伊当作是迄落意思讲外邦人咱来接受。这保罗嘛，为着外邦人会当信主来传福音外邦人，但是袂当照以色列因的完全的礼套伫外邦人的心上。所以咱食猪肉是因为咱毋是以色列人所以这猪肉嘛是上帝所创造，但是咱要饲牛咱台湾若要饲牛，成本伤悬透过有这个猪肉，互咱会当有蛋白质的来源所以即几阵有可能有人毋敢食猪肉有可能禁载禁运，造成市场的供给有一寡失衡病毒敢会传互人？袂已经农业部出来澄清讲，病毒是袂传互人，袂对人体造成直接的危险，但是对猪来讲威胁真大。咱看这个新闻讲几十天就死要几百只的猪，一天若40只安尼，这猪就这饲猪人就免饲所以最重要是这个猪肉的加工甲猪肉所有这个加工的产业拢会受到真大的危险。咱食偌济猪肉加工的物件，肉丸嘛是还有香肠嘛是，还有啥？侪肉酥嘛是，甚至泡面内面嘛有，等等这些物件，拢有猪肉的成分。咱今仔日咱是经路，咱有看到咱周报内面无？咱有90位70外岁的长辈，咱有90，你有甲详细甲算无？阮透早在小会员，阮咧祈祷的时就算讲有90位，70岁以上的长辈，有诶甚至是日本时代出世，因经历着第2次世界大战，
迄是一个物资真欠缺的年代，要应付战争吼，造成人民无教养吼，会食食，甚至因只有食番薯签糜，有诶甚至要食着饭都真困难，莫讲食着肉，会当食着米，迄种足真难定吼。伫西晋诶时代，因为发生饥荒，百姓夭娥，就有人来甲皇帝讲，百姓无米通食，要安怎？啊，这晋惠帝讲，啊，咱毋爱食肉糜啊，咱毋爱食肉糜，咱想看觅啊，连饭都无通好食，哪有肉通食？所以肉过去是非常珍贵诶物件吼，非常珍贵诶物件，生食都无够，哪有通拍赶？这是咱在座每一个长辈因所生活的迄个年代，伫物资欠缺、食食欠缺，佮囡仔大拢每一个家庭拢生足多，哦，有诶生7、8，有诶生10几个，啊，而且有诶要生查甫诶吼，真努力，哦，因为查甫因为做事农业时代，哦，男丁只有查甫人做事，哦，较有气力。啊！伫迄个重男轻女的年代，咱在座遮个长辈，因拢行过迄个年代，所以在座少年人，咱想看觅啊！伫迄个时代，食食非常的欠缺，毋是亲像即摆囡仔吼，叫你拜托你食牛奶好无？拜托你食寡菜好无？拜托你食一寡营养的食品好无？有诶囡仔吼，这喙吼很挑，迄毋食，迄毋食，所以愿上帝帮助咱。这年长的人，因是经历迄种连米都无够通食，莫讲是肉，然后物件通食就真偷笑的年代。今仔日利未记19章32节的前半段就甲咱讲，要站起来，嘛要尊敬因，在白发人的面前，你要站起来，要尊敬这些老人家。所以求上帝帮助咱只有敬重这个时代，因为因过去的生活的经验。值得咱来学习。我最近之前有看一个自频道吼，伊咧采访一位对国外过来台湾的妇女，咧问讲恁国家吼对长辈的态度是怎样？伊讲，阮个国家对长辈的态度是非常的尊敬。伊就讲伊生活的经验，伊讲伊打过来时，因为大家大官要来厝里食饭，吼，食年夜饭，大家大官就来，就大家做伙团圆。因的兄弟吼，这孙吼，这子女侄子嘛来，吼，大家伫遐做伙食年夜饭，食饱了后，大家大官要离开行到门口，伊就甲伊送到门口，甲伊婆婆太太，讲爸爸妈妈慢走慢行，你可以回头一看咧。看到因的孙看电视倒来倒地啦，撸手机敢若伊一个人徛起来，甲伊送到门口。我讲原来台湾的社会是安尼，所以第2年就无安尼做啊。伊第2年讲拜拜再见安尼，所以咱的社会这种敬重长辈的伦理是哪来哪淡，越来越淡，这是值得咱来学习。在圣经讲，伫时代的面前，咱就徛起来，就敬畏因。亲像即个过来台湾的新妇讲，爱送因送到门口，爱甲时代送到门口。愿主帮助咱，愿即段圣经嘛，真做咱会帮助。咱对照今仔日即地这的问题，搁较，互政府因感觉头疼的就是。每一日所生产的这个厨余要安怎处理啊？这食剩的物件要安怎处理啊？所以咱厨余一天有几啊吨、几啊吨，你想看觅啊？咱现在社会是富裕的，是充足的，咱至少咱伫食食的问题无啥物种的困难。就算讲是送养的人，嘛会当有饭对着社会福利。社会遮个慈善的机构，甲因帮衬，袂滴到枵死。咱总无讲看到人枵死、饿死伫路边吧？无嘛。咱台湾这个社会无情也无安尼。所以咱每一届自餐，若看到食剩的物件，真侪人真可惜，
总是嘛有人感觉讲伊都无食过顿，即拢无要紧，因为即摆政府较头疼的是这厨余要安怎处理？哦，咱想看嘛，那有足侪厨余就代表咱现在的社会是富裕的，哦，所以咱想看卖啊，过去的年代，因所经过，这个时代所经过的年日，咱尊敬因，就是讲尊敬这是上帝安排的处事，尊敬这个前辈因的经历甲因的功劳。前人种树，后人怎样乘凉？若无种林种这个树，咱无法度伫这树骹伫遐来扎秧。这是值得咱做伙来探讨，做伙来学习。所以伫白头毛的人的面前，咱爱徛起来。但是利未记跟咱讲，咱着敬畏上帝，敬畏咱的主，因为伊是耶和华，伊是上帝。哦，所以咱想看嘛，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对箴言第9章的第10节，咱想看嘛，敬畏上帝才是智慧的开端。昨主持个别礼拜是牧师有史以来即个个别的人吼，是年会上界大的吼，有108岁哦，108岁。咱想看卖啊，牧师讲伊会当活2个54岁的人会当活2世啦。拢一个54岁的人，伊啊上主甲调转去。即个阿嬷伊会当活伊的2世啦，36个人会当活伊的3世啦，3世啦，36上帝甲调转去，108岁伊这36岁人伊通活3届啦，27岁的人会当活4届啦。棺木内面啊，棺材里面不是只有装老人，棺木内面毋是敢若底老人啦定。咱知影真侪少年人嘛，因为文明病，也是甚物种的症头，忽然间就离开世间。所以想看卖啊，咱人无一定会当活到老，总是咱想看卖啊，会当尊敬这个长辈，对因来学习，对因来学习。这检查嘛是一种值得咱来做的事。箴言16章30节讲，白头毛是荣耀的花冠，施行公义才会得到。所以白头毛的人，毋是讲这个长辈伊比少年人更较有智慧，嘛无一定。我看即摆少年人吼，啥物拢知，啥物拢捌，拢足聪明，拢足巧。咱想看嘛，但是对时代因的判断，以及因对生活的观察，有因的智慧，因为迄个智慧是累积落来，迄个智慧是对因生活的年日安尼累积过来吼。所以白头毛是一个荣耀的花冠，祝福每一位在座遐姊妹，咱拢会当活甲真老，嘛活甲真健康，安尼好无？当然好，吼。所以愿上帝帮助咱，特别咱遮的时势。咱遮个时势爱尊敬咱的时代，互咱的社会的伦理，这个处事是上帝所安排。所以以后牧师50岁啦吼，以后牧师若要离开吼，50岁以后拢爱徛起来，安尼好无？这是甲大家说笑。总是咱着爱有一种尊敬敬畏这个时代的态度。上重要的是咱爱敬畏上帝。爱敬畏上帝，咱才能得到迄个智慧的开端。咱同心来祈祷，天堂的主，阮感谢你，你是阮生命的主宰，是阮生命的源头。阮教会这个大家庭，阮有90外位，已经因的年会70，是到圣经所记载阮的年日若会使到70，永总到80，甚至阮。中间，阮有阮的长辈已经90外，愿上帝使用伫这长辈的身上，赐予因，嘛借着因生活累积的经验甲判断，嘛成做这个时势的帮助甲学习。愿上帝你使用因带，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第222首，
上帝做阮代代帮赞，咱起立来吟全首。上帝做阮代代帮赞，也做将来毋忘。不管闪避大雁风台，迎点安稳所在，全力保助因的面，行动徛起安心。上帝成就高雅堂课，做愿稳当保护。前线也袂生出意见，世界也袂形成。你对永远就是上帝，不等不变无停。对你来看，虽然千里，亲像过了一暝。暗示自己实在真地，10000年久就过。光阴的过，亲像大水，已经予伊流去。功名富贵，万人民望，实在拢是空空。上帝做阮代代帮赞，搁做将来毋忘。拄着艰苦，求你照顾，做阮永远问候。阿门。请坐，诸位执事甲受助执事来施献。
下面咱要来举行中庸的敬老。因为做美术的兄弟有大学上有伫美国的，有住院的，身体无好势，所以这教会会将这个美术的祝福咱会请咱的牧师送到因兜，因今日都无出席，较要紧，咱即马要为着这个今年满70岁，咱献上教会的祝福甲祈祷，咱来请赵良吉牧师。钟喜昌兄甲彩萍姐，请咱来到台前接受教会的祝福。人讲人生70才开始，所以因的人生是一个新的阶段。咱请来接受教会的献花甲祝福。彩萍姐，来请牧师来敬上。好，请坐。愿上帝伫因的年岁顶面有年冬的免流，赐予因所行的路拢有油得滴。咱下面，咱来即马来请咱的关怀小组长，伫即个时间来将即个敬老的红包送到咱这时代顶面。即个红包所代表的是教会的祝福甲祈祷，愿上帝的恩典。甲咱教会遮的70岁以上的时代三甲弟弟。咱在座若有来宾满70岁吼，嘛会当领受即份教会互咱的祝贺。咱若摕无到的，咱的关怀小组长，咱这是实名制的吼，会送到咱的时代的手中，来表达教会的祝福。下面咱来报告的大声，咱来掀开周报的第3页，咱来看今日的金句。我读一遍，请兄弟来读2遍。伫老大人的面前，着徛起来，嘛着尊敬因，搁着敬畏你的上帝。我是上主。利未记19章32节，来，
伫老大人的面前，着徛起来，嘛着尊敬因，搁着敬畏你的上帝。我是上主。利未记19章32节，搁一遍。伫老大人的面前，着徛起来，嘛着尊敬因，搁着敬畏你的上帝。我是上主。利未记19章32节。周报的第3面有本周的聚会表甲事项表，请咱的同工家己详细看。若都合相袂好势，会记咧找代替的人，并甲咱的干事讲一下。周报的第4页，咱后礼拜咱要召开临时和会，补选2个长老、3个执事，因为咱有2个长老、3个执事，因的任期到，要来补选。因为这个临时和会有人数的要求甲规定，所以请咱兄弟注意，甲你即礼拜的行程安排好势，尽量咱后主日会当来出席参加这个临时和会，会当互这个中级的补选真顺遂。周报第3页、第4页、第5页、第6页，照这资料，请咱家己详细看。若有发现错误，也是要增加的，咱免客气，咱甲咱的小会书记来甲伊更正。第7页，咱来看本会的消息。第2点，礼拜后，咱即个礼拜后有爱餐，感谢秀英长老的准备。因透早一家伙4个人，就伫咱的灶骹底下服侍，我看了真感动吼。安尼拢80岁咧煮饭，互咱大家食吼，这是真的稳定啦吼，稳定中的稳定。第3，下主日要召开即个补选的中级的临时和会啦吼。咱伫选举的中间，教会有准备简单的解释。第4，即个拜3的祈祷会要为着信息小组甲节制小组来祈祷，邀请咱兄弟来参加拜3暗暝的祈祷会。这原来有开放迄个线上用迄个视讯来参加。即马拢有3位、4位用视讯的方式来参加拜3的祈祷会。你若想要有趣味，你会当甲办公室来联络，看安怎来设迄个视讯的内容会当伫拜3甲阮你伫厝的，就用甲阮伫遐做伙来祈祷会祈祷。第5，咱伫11月初2台中中会青年部伫本会举办即个青年高峰会就用咱的教会伫遮开会。第6，11月15，咱要举行全教会事工研讨会，即逐年年底拢爱做的工课咱请各团契的会长遮的首长会记哩报价踊跃参加。第7，咱的圣诞歌已经开始来预定，咱兄弟若有需要买来送亲情朋友厝边隔壁的，会当去办公室登记。伊的小地一盒是35块。若大地一盒是20块。第8，咱教会有成立即个小提琴班的练习欢迎咱鼓励咱的子弟，也是你退休了后有趣味，这拢欢迎啦大朋友、小朋友拢好欢迎你来参加。你若有兴趣，记去办公室才来问这迄个琴的问题安怎咱伫遐来了解鼓励。咱来参加。第9点，咱的圣工分担表已经开始咧分发会当来办公室遐摕。有登记新员工伊的读经本嘛已经来会记去办公室领。第10，咱4年的读经计划请咱甲作业家己来交然后附上遐摕遐的物件咱都要办公室来办理。关怀协会的消息，请咱家己详细看。周报的第8页，咱来看本周的团契小组的消息
主日落下早有活动吼，伫11点10分有这个亲子悄悄乐的音乐课吼，请参加的咱有报名的弟青少年团契伫今日下早11点20伫5楼附长原有聚会。少年团契伫爱餐了后11点40伫1楼的附长有聚会吼，这是刘武库弟兄要来分享这个生活的分享吼。第9页有关这个集体关怀甲代祷，咱等下会请牧师来带咱祈祷，咱嘛用放上咱家己的祈祷，为着你所知的亲人朋友因的需要，因所拄着的困境病痛，你若知的，咱拢会用伫圣殿内面来替因祈祷吼。教界消息，请咱家己详细看。请牧师来带关怀祈祷。咱先来为着70岁吼，今仔日咱有办因迄个颁发会束互因哦，咱来替因祈祷，互咱同心来祈祷。请人主愿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阮今仔日的敬乐充满上帝恩典甲疼痛，阮为着今仔日出席来领受。教会互因的祝贺有连结牧师以及市场商彩萍姐，感谢主以及有几位无伫阮中间的上帝你有缘赐福互因人生到了70这是上帝你的恩赐甲疼痛。愿所有今仔日所参与这的长辈70岁以上的上帝你拢赐福互因听因。阮也为着阮的国家祈祷。为着最近所发生这非洲地震的问题，造成社会的惊吓，愿上帝你，阮的政府智慧来平安度过这个时刻。恳求上帝帮咱伫花莲堰塞湖所造成淹大水造成厝内有人死失的家庭。救灾的阶段，进入后一个阶段，帮助阮的政府，因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拢会当全力来帮助受灾的百姓。恳求上帝，你带领引带阮的国家，特别阮也为着身体艰苦病痛兄弟姊妹，阮的教会内面特别久无来伫线上咧收看礼拜的长辈，上帝你甲因同在，帮助因。是阮伫因的心上，愿上帝你疼惜伫安养院以及也是要咧住院，也是爱时常到医院来会诊的这的长辈，上帝你疼惜，互因有喜乐的心灵，有勇壮的身躯，以及互因疼主的心永远保持火热。求上帝你使阮帮助，阮为着今日所有这年长的上帝你。来恩待因，来恩膏因，阮献上阮的祈祷，献上阮每一个人的祝福，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咱这是来行平安礼。
啊，咱在座吼有明教长了，因全家吼伫咱中间吼，啊，咱挥挥手一下吼。啊，昨伊的妈妈已经完成个别礼拜，啊，而且嘛感谢咱教会关心甲参与吼。咱来吟祝福车恳的诗，圣诗402首，恳求主理引带我脚步，临时煞淡薄事来祝祷。恳求主理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带个保护，假使我言行欠必是正，暂我大日遵守你诫命，互我伫黑暗中做工程，对做因带是袂人，这是我人生的千望。咱做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疼痛、圣神甲咱正大家三个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默祷。